听到今一支将又出得正水路大军击退了汉王老血达之军咯。可是老血达又可以传落，听到今啊坚对不下，我的比哥。天龙波好汉斗宗师到底为什么兵变？呀！停手！为啥要停手呢？你看一边，我叫做良知啦。查某人爱这个细汉囡仔在流浪哦，定是善良人。你随我回山，我保证你好过日，免受风霜之苦。比比小人，阮大就是看你有几分的姿色，才要对你遐尔好咧。假使你若是一个老阿婆，一连看嘛不爱甲你看。啊滚！哦，你敢起脚踏来啊？哎呀，你三明明该是来啊！啊，修理，反正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欺人妇孺，令人呕心嘛。啊，你是客兄是无？对啊，对，还是。这位大嫂，你带这个少年囡仔出来流浪呢？我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啊！3个月前，我登去阮兜生产，然后再回转燕山，输伫燕山被人占去，公公婆婆死于敌军之下，我再转向瓦岗街，瓦岗街也被破，然后我带幼儿再流浪，出来伫咧找阮相公了。大嫂，你的丈夫是谁？我的丈夫是罗成啦。哈？表弟夫？你是？罗成是我的表弟，我真强啦。表哥，请问表哥，罗成对去呢？听说是瓦岗街啊。瓦岗街被破。我真久无倒转瓦岗街，真久无联络咯。唔知瓦岗街被破的详细。表弟母嘅高超，亮相伊要安怎才对啊？怎样？怎样？你带我表弟夫告明仁庄，希望莫大夫甲伊看过。我来去找找表弟罗成嘛。好，来，刘大嫂，随我来吧。来咯，表弟，表弟啊！袁大哥啊，阮大个去红巴士啊！恁大个良知啊，你是良识啊？啊，恁两人全无知识，啊，为着一个带查某囡仔负责人咧，惹代志向巴士，实在有够无知识啊你啊哈！都袂使咧讲咧，因为袂歹啦，带囡仔真水啦，啊，迄两个毋知倒位妄动汉啊，吼，安尼实在好惊人，叫安尼杀两个都好死了。总共提示我6人兄弟，生平爱找算账，来日啦，下山找收家算账。
是不见多行参拜先用心，将头在青松坠落。参见结束。这阵代志慢慢再来说法。迄边迄个都是轰动敌人的先大哥先龙神啊，赶紧来甲见的。好势。参见先大哥，参见先大哥。免礼，兄弟有何事情吗？先大哥啊，我一探听这肥羊非常肥啦，我想讲今夜到娘家庄，这站买卖一定要做成，这站买卖非常的大片，相信做成功，咱兄弟四人拢免落落。龙兄弟，我已经洗手了，这种事情我绝对无做，请原谅吧。哎呀，大哥，这是机会啊！因为我在洛阳王的正面当车，不幸失败，才来依靠兄弟你。这你唔通辜负我忠陷错误的论铁吧？先大哥，人主之切，人灭之黑，你踮咧我的所在，讲你真清白，人敢要相信呢？啊？最后一处，好，成功之后，咱搬到别处来去安心，无人知影咱的身世，对唔对，先大哥？好，最后一处，一言为定。但是得要做买卖进前，先去看迄个现场，才来计划进行吧。好，我带你去。我刚这琵琶之后，秦王李世民猛然一喷，连喷3日，马匹也未落，官船用尽，仍然找未到瓦岗的动机。又加上投机分子重重得要处理。我做人真慷慨啦！你带破庙，我甲你带转来，对，做得很多。我这草水当避风寒呢，是不是安尼？我关文平就是亲像迄三国时代关公遐尼正气，啊像关平遐尼忠心，绝对袂害你。对，你厝外人，我甲你看过嘛。对，啊你唔通每日愁眉苦脸啦，歹看啦。关兄。你用我如何呢？我你讲，这个梁元贵哦，65岁，无亲生囝，也因某一个死啊，佮带着后寿2、3年也是无生啦，所以时常伫咧求助，求助难宾啦。所以啊，你来卖伊做客囝，会当承受伊的100万家产啊！这，安那啊？啊，你讲这个。梁元贵已经60外无偌几就死啊，100万的家产以后拢你的啦，啊！再总讲一句，你也对我袂歹，我也对你袂歹啊！啊，你趁大条，我趁小条啊，哦，有何不可？一记拢对嘛，啊？这安那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就行嘛。哈哈，多300两着，哈。多谢哦，多梁元贵，我这个孙啊吼，你都爱家看顾好哦。是啦，关兄，个叫安尼，唔是，关姐姐，你行路要小心哦。你讲啥？你讲啥？因为我知影讲，身体光明，暗室有晴天，心头爱昧，白日逢厉鬼。读册人诶，读伤济，拢伤遐。梁元贵啊，囝子个吼，你著甲伊个小可保护一下哈。我来去啊。原来是我囝儿，是原来是爹亲，是囝儿一拜吧？免啦，该认啊。莫拜啊！老爷是怎样心？无怎样，你甲看卖。吼，今仔日哦，我咧买一个儿子，讲买会歹听啦。总讲这是我的囝儿就对。我的囝也是你的囝，这么缘投，这么英俊，以后这家产家业拢爱互伊成熟。真好啊，真好啊！
证明是这就是你的母亲啦。哦，证明是母亲嘛，是我甲你拜一个吼。妖怪啦！我别讲，我别讲。头晕目暗，徛拢袂掉地啦，老的，这个敢好，这个敢好。点点啦，是啦，爹亲，我想要甲你整理啥物货，你尽管甲我切遣吧。这小去算算咧，你会晓算数无？会啊，我实在寒窗，小小一个小项，我可以算啊。安尼好，遐小婆整理你咧，知了。老爷，这个奇怪啊，安怎叫拜落到地呢？头晕目暗。传说中有人伫咧讲，我真命天子啊是真贵气，咱普通人袂堪去互伊拜一拜，翘翘倒，加拜一拜啊破病。凡是若叫你拜你3拜，人死啊！真命天子，当是做梦想。当叫做啥物名？叫做阿明啊，姓木，叫做木阿明。木阿明。真命天子。是哦，以后假使讲伊若是做皇帝，你敢会知我是啥物款呢？我就是安乐王，你安乐虎。唔敢想了。加减妄想。这就是啊，要早探庄来要路吧。好。我呢介绍你予阮做囝，你有感觉讲真幸福无？是啊，我感觉真幸福啊。你认为我怎样？你是我的姨娘，也是我的母亲啊。是啊，阮若对恁好，你嘛是爱报答。当然来报答啊。是啦，你看吼，老元月遐尔老啊，我今年28尔，我甲伊敢有顶对？真顶对，真顶对啊！安怎讲呢？安怎讲呢？因为爹亲伊做人有道德，你人少年阁水，所以美甲德叫做美德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美你去死啦，美德！哼，你讲的都唔对啊啦。因为我会嫁老元月吼，当然是有一个目的啊，对。我知影，因为老元月无亲生囝，所以希望你家生3囝2儿，继续伊的家业，是毋是安尼啊？废话，我的目的毋是伫遐啦，为着财产尔啦。可是我只看你一面哦，唔知怎样。哎呀，你毋通讲这款话，你若是讲这款话，无守三从四德，安尼你会受恶报哦。哼，你实真可恶呢！我是个死大人，你讲我有恶报，哈，讲这啥物话啦？是啦，暗已经久咯，请你回房休息吧。哼，这款人。哎呀，李世民，李言记住，先向神这边的斩错敌军啊！哎呀，快走，快，快呀，快呀，财产要紧啊，这珠宝，珠宝。李言其数回十个，我对赶李世民，冲！我切阿美，我切哈！野好入门，硬好入门，为了这个儿子，抵出我的家后才会死。来人啊！赶紧抓阿明啊！快紧来啊！抓阿明啊！老叔，这尔见罪人到底是为什么代志呢？我的儿子阿明杀害我妻，他才害命，一言难尽啦。哦，人生得怎样？人我一年头，但是人心地来都无当看。讲来讲去吼，都是迄个姓官的唔对啦，姓官的出来骂我了。
哦，姓关的带卖哩，好了，安尼就找姓关的就好了嘛。啊，对了，来找姓关的，行，对遮。真爷，我唔讲，真爷，我对你绝对唔敢半句马骗，因为我无钱想买包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啊，迄个少年家啊是穿了一年头啊，啊，伊纹身人呢，啊，规身躯衣衫褴褛，啊，可能是哦2、3日拢无食饭啊啦，啊，住咧庙内，啊，我有甲威胁啦，哦，我当然甲带去卖这个冤话去做义主，都得300两银呢。哼，你真不仁，迄个少年姓甚名谁呢？啊，都姓莫叫做阿明。姓莫，公主吗？是李公主吗？谁有蹊跷？我赶紧来去调查。你要调查什么？真呀，我讲你听。若要调查去青松街啊，哦，青松街有咧计划，讲要去打劫，得要去抢娘家庄娘冤话财产啊。果然如此。我绝对唔敢骗你，好，我对青松街来去调查，请。我300用伊啦哈，娘冤话啊，我300用伊啦。我甲你也来见官。秦大哥久违咯，先兄弟，你错论覆铁咯。也许贫穷起妒心，也许逆鳞的道义，所以娘家庄劫财害命吗？劫财害命我无做，对杀小家尚未遂，我先相信真是十足的失败呀。李公主的性命如何呢？李世民命不该绝，多传无踪啊！伊是皇室的命脉，你不该伤害他。我要杀李渊，并要斩草除根。你如此凶心，啊，先大哥免甲伊讲啦，杀啦！青松街土匪团团困住金强路。相传不是金强的对手，可惜陈永信无奈出手帮助土匪。陈永信亮出左阳手，兵击金强。金强悄悄让步，得要退出这外路。对啊！这个时阵听到警务提供当右准达来到青松这边。哎呦，咁是咱大的，为什么？吴弟兄啊，右准达啊，赶紧的救咱大的啦！打！现在相信你这个特性啊，你敢做贼怕自己啊哈！我也是贼了，看左阳说。我准达你是咧有够无路使呢！莫甲伊闹开，互相闹开求进步啦！换你啦，换我就换我。娘高金啊！今仔日你死定了！哎呦喂啊！你讲啊！打！回探头，你的性命不保咯！阎王注定下不死，定不留你食暗饭啊！平成90变对左阳说，好汉变好汉。打！陈永信已经中了一边咯。陈永信变身无力。第2遍，打中左眼。第3遍，打！一用太阳穴。打！不打呀吧！背后暗示的陈永信命丧黄泉路。先兄弟，大呀！
这个神啊用神哦，得意忘形了，啊，私心震动了，意志动摇了，哎，你想得要杀来动工立言，对，这是应该的。念及加油店结义之前，将他埋葬，该徛一个喷墓嘛。大你讲了是有理了，喂，你讲啊，安那？这你拍死的，你还个歹呆呆的，告诉你，对啊，这路程嘛巧人呢。啊，我表弟，啊，表弟啊！对啊，哈，所以我听到今啊，都莫讲迄啦，你讲，你就知咱大的多情，伊若听到老生死哦，我看吼，伊敢若哭来哭死啊。对啊，要他变哪了？我跟你讲对了，对啊，对啊。太原晋阳宫内，部分隋炀帝杨广祭墓一边准，身边的严妃也已经离去了。这个时阵，杨广插伫乌门化急在要窜地，中将官。有酒无？有酒无？陛下，这是你最后的一杯酒。啊！吴文化急，你要毒杀朕吗？杨公，你甲你父亲杨坚同款的下场，请你饮最后一杯酒吧。我父亲所得要敬你的一杯酒，你敢唔接受吗？哦，啉落去，啉落去，哈哈哈哈哈！我阮杨公已经啉下了毒酒咯，向，啵，向北向北的人互相斩杀咯，无文化及篡位的成功嘛！决心，真强决心，得要入晋阳宫收拾奸臣吴文化及父子咯。18好汉的真强运命会变成如何呢？请看续集，高调好戏，随动演绎。